严师领任执掌啊，各位前贤，大家晚安，有听到吗？有，领任很大声，很清楚。好，那晚上又是我们的爱想明德班，好，那我们就先来开班，大众请起立。开班开始，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全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分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好，大家请坐下。好，晚上呢，我们明德班是轮到那个美晨讲师要来慈悲。他晚上要讲的就是成就自己，勿蹉跎，把握时机，任修。是讲咱要成就咱家己，就是一定爱决力。咱求着道了后，咱也无对这个道理来去研究，咱对道理就是一知半解。咱讲道好，那么你就讲道好；那讲道歹，你就讲道歹。你无家己有迄个信心，无迄个信心继续迄个行落去。所以就是无信心，因为你无研究，你对道理一知半解，袂当真正即个了解即个道理。那你要伫修行学的当中，你要修就困难，拄着逆境，你就会你就会退志。尤其咱人拢是好逸恶劳，拢敢重享受，所以对着修行学道，就是讲拢较袂讲迄个有迄个信心会行。所以下面甲讲把握时机任理修，咱个时机就是爱把握掉。尤其咱少年的时，尤其咱咧看少年的时精神大面拢做好时，就是爱去研究，安尼对道较有信心。若无你拄着考验，你就是一考就翘倒就是讲咱无研究道理，绝对袂使。但是这个道理，就是要使人会当精进，会当互因成长，来参悟道务。你要成长，就是一定要参悟道务的这个办事甲办则，而来弹动我们的心，带动我们去修行。你若无参悟着道中的这个办事来办道，你绝对袂精进。因为你伫做的当中，你慢正会当体会道的这个奥妙，而且嘛较有迄个信心，会持续行落去。所以咱下面就是美晨讲师要很慈悲。那么我们现在就欢迎我们的美晨讲师感恩。好，感谢领任慈悲，各位前贤晚安，后学美纯。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做分享的是这个课题，成就自己莫蹉跎，把握时机任理修。那后学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各位前贤共同学习，要感谢天恩师德，感谢祖师弘慈，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慈大悲，还有老前人的牺牲奉献，前人副前人各位点传师及各位前贤的提携鼓励，后学今天才能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前贤报告这一个成就自己莫蹉跎，把握时机任理修这个课题。那因为后学的道学比较浅薄，如果说后学在报告的时候有冒犯到各位前贤，或者是有表达的不够完整的地方，还请各位前贤在会后不吝指正。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报告。好，那么后学发现
后学先停止分享一下。好，请问，这样子如果没有看到后学的画面，请跟后学说一下哈。后学一页一页的讲下去，那如果各位前贤临时有什么问题，随时欢迎打开麦克风跟后学反映。好，那么我们就开始。在开始之前呢，后学想要跟各位前贤共同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各位前贤也大部分都还在这个公司企业在职场上工作，那一整天的工作下来，其实回到家都蛮疲惫的了，所以后学想请教各位前贤说，下班之后各位前贤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或者是下班之后你们各位前贤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那每个人所喜好的休闲娱乐都不一样。那后学呢，其实下班之后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可以放空、放松，然后就坐在那里什么都不要做，然后开始滑手机这样子。这是后学之前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吧，因为这样可以完全的不用思考，感觉好像很轻松。可是最近后学发现，当我真正要用到一些能力的时候，却因为我之前蹉跎太多的时间，所以我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者是足够的资源，或者是足够的智慧来应对，导致自己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感觉有一点点应付的有一点吃力，连要应付都觉得吃力。各位前贤想想看，这个人到底有多么的这个驽钝，是不是？所以后学最近就在思考一件事情，那么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下班之后应该要如何安排才是最妥当的？所以在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思考之后，后学才想到说，我们在这个把握时间来成就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来循序渐进，有条理的去改进自己，然后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于是后学就想到，今天来跟各位前贤报告的时候，有这几个大纲。第一个就是要摆脱缺点，接下来要专注当下，再来把握机会，认理实修，最后希望我们都能够达到一个圣凡如意的境界。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第一个部分，摆脱缺点。我们要摆脱缺点，首先要能够找出缺点嘛。你都不知道洞破在哪里，怎么补洞呢？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找出缺点。那每个人其实多多少少都有缺点，后学的缺点很多，在这里后学就列出几个后学的缺点。那各位前贤在听后学报告的时候，其实各位前贤也可以思考一下，你们觉得你们比较需要调整的地方是什么？那后学就先讲后学的。首先呢，就是后学觉得自我中心，这是一个很多人都会有的缺点，那后学也有。好，自我中心的人呢，他们就很容易觉得，就是我讲的对，就是我做的才对，就是我提出来的看法，应该要被采纳，容易自我膨胀。然后另外一个缺点呢，就是容易负面思考。
我们尤其是经过了这个疫情的世代之后，后学开始有一种想法，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感觉前阵子后学还觉得，好害怕，接下来是不是会发生一些不可预期的坏事？你看，又有疫情，然后又有这个一些灾难，像南韩的那一些踩踏的事件，是我们无法预知的、前所未闻的这种乐极生悲的事件，就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就这样子发生了，就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就这样发生了。那么后学就是想说，哎，会不会哪一天又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那其实很多我们担心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是我们庸人自扰是我们庸人自扰。那如果说我们经常这样子想的话，那因为我们的心念会影响我们的选择，我们的选择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就会影响这个我们的结局嘛。所以吸引力法则就是这样子运作的。如果我们想好的，那么我们事情往往比较容易往正面的方向去发展。那如果我们经常是想负面的，那么事情就极有可能会往负面的方向去产生不好的结果。好，所以这个负面思考，或许觉得也是一个应该要杜绝的缺点。第三个就是拖延懈怠。我们现代人每天都有好多好多的事情需要去完成，但是有的事情是比较是想做的，想做的我们都会很自然而然，不用人家要求我们，我们就会自己去做，因为这是想做的。可是有更多的事情是需要做的，那需要做的事情，我们有时候就会因为觉得有压力，因为觉得困难，因为觉得怕做不好，然后就会开始拖延。那后学觉得这个拖延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这拖延可能会导致你这个一辈子的遗憾，或者是这个拖延可能会导致你失去一些很好的机会。好，所以这个拖延是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把它改正的缺点。好，接下来我们如果要摆脱缺点，就应该要连根拔起。首先要除灭我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我们容易自我膨胀的这个缺点，自我中心的这个缺点。好，举一个例子，各位前应该都知道，我们台湾一个羽球选手叫做周天成。周天成他也是世界顶尖的羽球选手之一。那有一次呢，他跟一个后起之秀，就是比较年轻的外国选手打球。那当然那一场比赛，周天成就赢了那一场比赛。那一次比赛之后呢，这周天成就对这个输给他的这个后辈说：“我在我这个 level 等你。”我在这个 level 等你啊，看你什么时候可以跟我互相匹敌这样子。好，说完了这句话之后呢，又经过了一段时间，周天成再一次对上那一位选手，可是这一次周天成输了。周天成自从那一次输了第一场比赛之后，接下来连输了5场。连输了5场之后呢，周天成才在思考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明明我本来是高他一等的，却因为什么原因而连输5场？他思考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是我的骄傲，我的骄傲害了我自己。于是周天成去跟那一位选手道歉。当他承认自己的骄傲，面对自己的错误之后，事情才有了转机。
好，所以除灭我慢这个部分呢，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们此刻觉得自己仿佛好像得到了一些成就，可是当你在往高处爬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身边有比我们更出色的人。所以摆脱缺点，第一个我们要除灭我慢，接下来我们要见贤思齐。我们经常去接近有正能量的人，其实这件事情也并不困难。好，刚刚我们的领队就有提到，我们经常来道场，道场就是一个很大的正能量的场所嘛。那在来道场的时候，后学都觉得，后学之前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就本来在还没有去佛堂的时候，还在刚起床，还有起床气，但是去到了佛堂，就看到了一些前贤，然后很慈悲，很有礼貌，然后很热诚的招呼我们，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感受到这样子的气息。所以说，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当你在一个团体当中，只要你能够真诚的去欣赏别人，你就能够找到值得你学习的地方。好，所以我们摆脱缺点，除了把我们的缺点连根拔起之外呢，我们进一步还能够去见贤思齐，看到别人做的比我们好的地方，我们能够想办法跟他一样。好，最后就是即知即行，知道了就要去做，知道了就要去做，做就对了。如果你光是知道而没有展开行动，那么你依旧是站在那里，不会有所获得。就像我们把一颗种子就丢到垃圾桶里面，它不会萌芽。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一颗种子放进土里，浇水，它有一天就会萌芽。渐渐的，当我们好好的去照顾它，我们就有茁壮的机会。好，所以既然我们就有一颗好的种子了，已经知道说我们应该要如何摆脱我们的缺点了，那么就要好好的去经营自己，即知即行，凡事做就对了。好，不用想太多。没有后学，后学现在渐渐觉得没有一条路是冤枉路，只要有脚踏实地的走过的路，它都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养分。好，摆脱缺点呢，要时时留意。摆脱缺点这件事情，不是说，我今天想起来了，好，我就去做。啊，我今天想要休息，我就不要动它。这个是凡夫俗子的境界啦。如果我们要更精进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从《礼记·中庸》这一篇内容当中可以找到答案。他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羡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一个君子呢，他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戒慎恐惧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生怕自己有一个不小心，一个念头，一个小小的举动或一句话，违背了自己的准则，违背了道德的规范。所以他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就算别人没看到的地方，恐惧乎其所不闻，就算别人听不到的时候，我们都要戒慎恐惧，都要时时小心。再来说，莫羡乎隐，莫显乎微。
就算是很微小的地方，很隐微的，别人注意不到的地方，我们都要注意到。故君子慎其独也。所以在摆脱缺点这件事情上面，如果是一个君子，他的境界应该就是战战兢兢的，生怕自己有哪一个地方做得不够好，做得不对，生怕自己违背了这个行为的准则。那如果其实后学觉得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么小心翼翼的，有时候难免辛苦。但是当我们想起来的时候，我们赶快把自己的行为再修正过来，时时检视，时时修正，其实也就会慢慢的接近这一个境界了。我们时时的留意。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到摆脱缺点，要勇敢果决，摆脱缺点要连根拔起，摆脱缺点要持之以恒啊。所以第一个部分，摆脱缺点的部分，我们说到这边。如果我们能够摆脱缺点，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在往前进的时候，我们会比较轻松一点，因为缺点就是阻碍我们精进的绊脚石，所以摆脱缺点是我们的第一步。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专注当下，因为我们每个人啊，各位前贤应该都有存钱的这个习惯。我们中国人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有储蓄的习惯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好好的去经营我们那个钱的那个存折，银行的存折、邮局的存折。可是各位前贤，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另外一本存折，就是我们的生命存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本独一无二的生命存折，只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一个生命存折里面的数字是多少。所以普贤菩萨提示我们，是日已过，命已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什么意思呢？他是说，今天就这样又过去了。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个逝去的时光就像流水一样，它是日夜不断的在奔流的。时光也是日夜不断的在走的，我们的时针分针，它不会因为我们的请求而有所停留。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一天又过去了，也就代表我们的生命又少了一天。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这个鱼池当中的水，鱼池当中的水越来越少，你就像鱼池当中的那一条鱼，当你的水越来越少的时候，难道你不担心吗？斯有何乐？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呢？大众当勤精进，如旧头然，当念无常，慎勿放逸。所以他说，大众啊，各位兄弟姐妹啊，各位善男信女，我们应当要勤精进，要勤奋，要精进自己的德业，要善用自己的时间。要多精进呢？要像我们头上有一把火一样。其实我们头上都有一把火，不是生气的那一把火，是什么？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哪一天生命要结束。如果把我们的生命想成一支蜡烛，那这一支蜡烛也不知道这个火什么时候要熄灭。所以我们应该要念及无常，无常什么时候要到我们都不知道。
慎勿放逸，千万不可以放松，也不可以懈怠，不可以安于这种很松懈安逸的生活，慎勿放逸，当勤精进。所以我们就知道啦，我们这一本生命存折只有使用权，我们没有所有权。所以怎么样在我们的有限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发挥无限的价值，这才是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不是要撑着不死如旧头然说，哎呀，今天美纯报告的时候说我们头上有一把火，就是这个火不知道什么时候熄灭我要好好的护着这把火。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不是撑着不死，而是要好好的活着，把握时间来精进我们的德业。等到有一天我们这一把火真的熄灭了，我们呼出最后一口气，然后恍然于原来我的生命存折就是这个数字就是80年，或者是70年，甚至50年，我都不会有遗憾，因为我已经好好把握了我的时间，因为我知道，当我的生命结束，但是我们的慧命会留下来。好，所以第一个就是要好好的把握时间，因为无常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常态。我们把握时间，才能够好好的在困境来临的时候，好好的面对它。而且我们认清我们生命当中就是不断的在变动。曾经这个佛陀还在世的时候呢，在印度有一个女子，她的孩子死掉了。然后这一位女子呢，当然是非常的痛心，于是她就去找这个佛陀，在佛陀面前跪下，跪求佛陀，祈求佛陀能够让她的孩子复活。佛陀慈悲佛陀就跟这一位女子说，你希望你的孩子复活，看你这么的诚心，我也愿意给你一个办法，你去找芥菜籽。芥菜籽在印度的家庭当中是相当普遍的一种植物。你去找芥菜籽，但是你要找到那一家都没有死过人的芥菜籽。那你如果找到一户人家，他家都没有死过人，那跟他取了他们家的芥菜籽，我就想办法让你的孩子复活。这个妇人听了之后，当然是燃起了一线希望，马上挨家挨户的去找看看有没有哪一家没有死过人。从天亮找到天黑，带着疲惫的身躯，他又回到了佛陀的面前。佛陀说：芥菜籽找到了吗？这位女子说：佛陀慈悲，芥菜籽户户都有，家家都有，但是就是没有一户人家没有死过人。佛陀问他说：那现在你还希望我让你的孩子复活？这位女子这才明白说，生命的无常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当我们遇到的时候，就是要勇敢的面对，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一样，所有的人都会面对生命当中的困境。在这样的困境之下，我们只有专注当下，直面去接受这样子的状况，我们才有办法去处理，最后才能有机会去放下。所以专注当下，其中一个
功夫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专注当下，就算是困境来时，我们也要专注的面对。专注当下，保持觉知。专注当下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很多人都在强调，但是我们专注不是只有在举个例子来说好了，这个课堂当中，我们每一个学生都看着老师，没有人打瞌睡，这样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在专注的上课？其实后学认为是不一定，有的孩子他只是眼神看着你，但是其实他的脑袋是在放空的，这样就不是真正的专注，这样没有在专注。有的孩子呢，他是眼睛看着你，听着你讲话，然后手上做着笔记，然后心里在思考老师讲的这一句，我可以联想到什么？所以真正的专注是保持觉知。当这个人他有保持觉知的时候，他才有改变的机会。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像刚刚说到的，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难免会自责，为什么人家不会遇到这种事情？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事情？一定是我哪里做不好，之前我是不是有哪一个环节没有做好，或者我有哪一个决定做错了，我才会遇到别人没有遇到的困境。但是与其自责，不如专注的觉察，觉察自己在哪里可以修正，觉察自己可以朝哪一个方向调整。所以与其自责，不如专注觉察，因为只有觉察，只有专注在当下，不要再去回顾过往的错误，你只有专注当下来思考这件事情要怎么解决，这才是我们的目的。想到办法之后调整步伐，你才有机会改变，你才有办法进到下一步，脱离困境。所以专注当下，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保持觉知，要有觉察的功夫，把我们的五感打开，不要让自己沉溺在困境当中，或者沉溺在悲伤当中，或者沉溺在过去不好的经验当中。我们要觉察，觉察我未来的路在哪里。好，这个是保持觉知。所以纵观以上几点，我们知道专注当下，我才能冷静的面对日常；专注当下，我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专注当下，我才能创造生命价值。专注当下，创造生命的价值。当我们就算有一天离开了，不在，别人想起我们的时候，相信会是想到一些美好的，我们对我们的印象会是比较美好的。所以后学现在都觉得不要担心说什么事情会发生，不要担心说以前曾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们要担心说当我们这个离开的时候，别人会怎么想起我们。好，所以专注当下是第二个要点。接下来当我们能够
拿掉我们的缺点，我们能够专注当下。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握机会。把握机会做什么呢？把握机会发心啊！发什么心？发菩提心。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确，我们这个儒家的思想，孟子相信我们人本性都是善良的。那其实佛陀也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本性都是善良的。我们能够得闻佛道，能够求道，是一件很难得、很珍贵的事情。但是我们在修道的过程当中，要怎么做？那个出发点其实就是我们的心。所以佛说：“人有20难，得读佛经第4难。其实文字诚难觅，读经于心日之见。”以前要求得佛经，要读懂佛经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现在因为求得道，然后在道场里面学习，有很多前贤大德都可以帮我们用深入浅出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佛经里面的要义。所以其实我们跟前面的人、跟以前的人、跟古代的人比起来，我们修道这个入门是容易多了。但是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为什么有的人的这个同样是在道场当中，同样在修道，或者是同样是在一个生活的道场当中，有的人的道行高，有的人的道行相对的就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的深厚。其实后学发现，关键的是在于他的心。第一个，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们是不是很相信这一句话？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心吗？我们相信我们的心其实也是很善良的吗？我们相信我们本来的心也是很纯净的吗？我们相信我们的那一股善心，那一个初心其实是不假外求的，往内去修就有了吗？其实我们怎么相信，我们去体会佛的心就知道了。佛他为什么要度化我？因为他相信我们啊，他相信我们有一天也能够成功，他相信我们也能够成就，他相信我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或者是经过了我们前贤大德经过了仙佛的引导之后，我们也有机会成就。所以我们要先发自己的菩提心，去体解佛的心意，然后让自己的心意也能够跟佛心相应。从心出发来做这件事情，会变得更有力量。从心出发来做这件事情，方向会变得更明确。接下来把握机会要做什么呢？把握机会要研读经典。把握机会研读经典。我们刚刚就有提到说，这个经典难得啊。以前可能很多人要读一本经典，要手抄本啊，的印刷术还不是还没发明之前，要读到一本经典，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相对来说，我们现在就很容易，所以要读经典不难。但是开始读进去就觉得好像有点难如果我们今天要深入研究，我们听闻这个前贤大德跟我们深入浅出的解释之后，仿佛有一点了解了，一知半解，想要更深入研究的融会贯通的时候，就会发现学越多，
感觉就懂得越少，因为我们很多前贤都是这样子，学越多就越谦卑，然后觉得自己要学更多，所以就会发现博究学问就好像在登山一样。我们在登山的时候，看到一座山，就觉得哇，这座山好高哦，我要怎么才能够爬到山顶啊？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那座山的确是很高，登山的确是很难，而且我们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遇到了什么事。可是各位前贤，我们再高的山都有人登上去过，对不对？前贤子跟后学接的电话，喂，你回来哦，然后楼下没人吗？啊，我现在知道你开门。前贤子跟后学下去开个门，各位前贤喝个水啊，不好意思。好，前贤子妃后学回来了。这个生命就是这样子，充满了各种突发状况。好，不好意思。好，那我们继续。刚刚说到，我们觉得山很高，但是再高的山都有人爬上去，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你开始爬，坚定的朝着你的路线，等到你登上山顶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它有多高了。学习也是如此，还没学的时候觉得很难，可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我们本来不会的数学也会了，我们本来不会的六祖坛经也会了，对不对？所以呢，博究学问如登山，有心还要恒心办。只要我们持之以恒的朝着目标前进，慧海无涯学士岸，不断的学习，往学博究并不。当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跟道汇合，我们的智慧就被开启。这个道是什么呢？就是经典里面阐述的那一些人生智慧。当我们给自己机会，让自己能够有有机会跟这些圣贤的智慧相遇，那么我们就能够更上一层楼，爬上我们人生的一座高山。好，接下来我们要把握机会，立定志向。我们把握机会，立定志向。
地藏王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不净，方正菩提。刚刚我们不是才说吗？要将佛心比己心，要让自己跟佛心印心。所以这个地藏王菩萨的志向就是要度尽众生。那我们也来立定一个志向。地藏王菩萨就是很慈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别人在受苦，他自己不敢想，他要想办法让众生离苦得乐，他才愿意得到。所以立定志向很重要。当立下了这个志向之后，我们就知道接下来要往哪里走。因为有人说这个方向不对，努力反对。如果我们一开始没有确立了我们的方向，只是懵懵懂懂的、迷迷糊糊的跟着别人走，这叫做盲从。盲从最后是没有办法有所成就的。好，所以我们只要立定志向，然后相信自己，时间在走，我们也是在走。时间在走，我们没有让它浪费，我们的生命没有白白的度过，那么有一天我们就有机会成就。刚刚说时间在走，我们也是在走，我们要走什么呢？我们要把握机会，行菩萨道。我们走的是什么路？各位前贤，如果我们现在眼前有一个岔路，我们会想说要走哪一条？为什么要走这一条？因为这一条才是会通往我们的目的地的路啊。那如果今天我们不知道路的时候，要怎么办？站在那边不要走吗？站在那边不要走也是可以，但是就没有机会看见不一样的人生的风景。所以就算我们不会走，我们也要会跟。有一句俗话说，没有慧根也要慧根。这个讲一个小故事，曾经有几个流浪汉，他们在路边行乞，然后流浪汉啊行乞当然是受尽世人的唾弃，觉得他们又脏又臭，然后对一般的世俗的眼光看来，就觉得这些流浪汉就是不是生产，对社会没有贡献，所以他受尽这个世间的冷言冷语。结果这些流浪汉有一天就看到有一群这个僧侣拖着钵到路上来化缘，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众人的尊崇，大家就争相把最洁净的食物放到他们的钵里。那这些流浪汉呢，他们看着这眼前的这个景象，就觉得哇，非常的惊讶。为什么一样？我们也是拿着我们的碗，也是跟他们说，给我们一点饭，我们不用那么洁净的食物，只要能够让我们吃饱就好。他们却对我们的这个态度，跟对僧侣的态度有天壤之别。于是这些流浪汉呢，灵机一动，就到这个僧侣面前，到住持面前说：啊，师父，我们可以剃度出家吗？修行人当然是慈悲为怀啊，就说好的。于是这些流浪汉也跟着这一些僧侣回到寺院剃度出家了。过了几天，也跟着僧侣一同穿着袈裟到路上去托钵化缘。当然
也是受到世人的尊崇，得到最洁净的食物。于是这些流浪汉心里就开始得意起来，心里想说：这样子就可以得到世人的尊敬，太好了，这太舒服了，这太得来，这是根本就是探囊取物，太容易了。于是他们就开始松懈了，严刑毕露，那一些不好的习性在寺庙里面被这些僧侣一览无遗。后来呢，这个住持师父知道这件事之后，就把这些流浪汉叫到跟前来，好好的开示他们一番。这些流浪汉才明白说，僧侣们之所以被这些世人尊敬，不是因为那一件袈裟，不是因为理光了头发，而是因为他们修的是菩萨道。因此，我们如果要跟的话，也要跟到重点，而不是盲目的跟。最近后学读到一篇文章，这是纪晓岚写的，它算是一本笔记小说，短篇的小说。那么这一篇故事叫做阴阳富贵，就是阴间跟阳间的富贵。他在讨论这件事，透过一个故事来讨论这件事情。他就说有一个这个还魂者，就是神怪小说里面都会有这种借尸还魂的人。他曾经到过地狱，到地狱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他的一个好朋友。他的这个好朋友呢，在生前是享尽荣华富贵，就相当有钱的人。结果这个借尸还魂的人，他在回忆在地狱看到他这个好朋友的时候，他说这个好朋友呢，他带着刑具，手上被铐着，然后呢衣衫褴褛，看起来很卑微、很辛苦的样子。于是他就上前去问他这个生前很有钱的朋友，问他说：你活着的时候不是很有钱吗？为什么到了地狱，那些你却变得这么落魄呢？这个有钱人才跟他说，其实这个阴间也可以，你到了地狱，你也可以变得很有钱，只是世人不知道要这么做。我也是不知道，我到了这边才知道。然后这个借尸还魂者就问他啦，怎么样才能够在阴间也能够变有钱？这个好朋友就跟他说，你如果在世的时候多积功德，多做善事，那么你到阴间也会很有钱。所以请你回到阳间的时候，把这些话告诉世人，希望他们改日如果到了阴间，也能够成为一个享尽富贵的人。所以这个我们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如果要得善果，就要种善因，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是不是？所以我们来看看，要把握机会做什么呢？要把握机会，发慈悲心，立定志向，把我们研读的经典融会贯通，成为一个人生的智慧，然后实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样我们去到哪里都是把握机会在修行。修行不是只有在道场，修行可以在职场，修行可以在家庭，修行也可以在你的日常坐卧之中。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要修行
要怎么修？我们要认理实修。认理实修这是一个功夫，其实是很深的一门功夫。可是因为后学的道学太浅，所以后学只能浅浅的讲戒定慧这三个部分。就后学的认知来跟各位前贤做报告。好，首先就是正理实修，我们要做到戒。既然我们要修了嘛，我们就要戒除一些不好的想法。那时时要反观自照，时时要反省自己，提醒自己，摒除恶念。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念头来得太快了，讲一个小沙弥跟老和尚的故事。这个有一天，小沙弥跟老和尚要去办事情，然后就有一个包袱。那当然了，这个包袱当然是给小沙弥背啊。老和尚走在前面，小沙弥就背着包袱跟在老和尚后面。这个小沙弥啊，背着包袱也是觉得他心里就想着，看着老和尚这么的这个有德性的人，我以后一定要跟他一样，我要好好的发心跟着老和尚学习，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这时候呢，这个老和尚感受到这个小沙弥发大愿的这种诚心，于是老和尚就转过身来，把这个小沙弥的包袱背上，然后跟小沙弥说：“因为你刚刚发大愿、发慈悲心，所以呢，值得我尊敬。包袱由我来背。”好，此刻小沙弥吓了一大跳，走在前面的时候，心里想：这样子就受到老和尚的尊敬了。那么我如果再努力一点，不就受到众人的尊敬了吗？这么一想，老和尚马上走到小沙弥前面去，又把包袱放到小沙弥的肩上，说：“你刚刚产生了一个不当的念头，这个不当的念头代表你还需要修炼跟学习。来吧，包袱还是好好的背着跟着我走吧。”所以这个小沙弥有老和尚在提醒，我们没有，我们要自我提醒，时时反观自照，来戒除自己这种不当的念。好，这是新的修炼。那其实我们要修，我们要靠什么修？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这个难得的珍贵的肉体，我们的肉体生病了，甚至我们的生命结束了，我们就没有办法修炼，我们就没有办法走在这个生活道场修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养我们自己的这个肉身，节制欲望，平衡我们的身心，好好保养我们的肉身。因为有节制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或许觉得睡眠跟休息对我们身体这一台机器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因为生病而去看医生，医生就给我们药吃，但是我们都知道很多药吃了都会有副作用，很多药都没有办法长期的使用，很多药可能会害我们其他的机能受到影响。可是只有一种药是你本来就有，本来就可以得到的，然后而且可以不断的重复的使用的，就是我们的睡眠，就是我们的休息。因为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你的身体会产生自己修复的机制，我们就可以得到平衡，然后我们白天工作的疲惫给消除掉，恢复我们的体力。所以不要熬夜，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吃洁净的食物，适当的休息，好好的让我们的这一个肉体成为一个行动的圣堂，这样你才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好，这是第一个功夫，戒的功夫。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功夫，就是定的功夫。定的功夫呢，我们要定，这样定很难呢。一个风吹草动，我们可能就像小草一样，一个风吹草动，我们就开始摇动了，我们就开始动摇了。尤其是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但是孔子曾经提示我们说：“士之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无与立也。”如果这个读书人他想要立志在他的人生当中好好的修行，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但是他却跟我说，他觉得这个他没办法吃简单的食物，穿简朴的衣服，那么我不相信他能够有所成就。因为孔子自己就是这样，孔子自己说：“饭苏轼饮水，吃很简单的食物，喝白开水，虚恭而正之。就算睡觉的地方很简陋，连枕头都没有，我虚起我的手臂，一样可以当枕头，我还是睡得很舒服自在，乐意在其中。”为什么？为什么这么简陋的环境，孔子还可以这么快乐？因为他的快乐不是来自于外在环境，他的快乐是来自于他的内心。所以他去到哪里都能够很安然自得，就算在贫苦之中，就算在颠沛流离之中，他也不会动摇自己的心智。所以我们要明白自己的定位，你要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要，既然你确定了，就要好好的去保守这一个定位。这其实也是后学在这个提醒自己，因为前阵子后学其实后学有自信在这个职场当中说是一个脾气不错的人，修养很好的人。可是前阵子后学真的是忍不住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发了一个大脾气连后学的同事都吓了一跳。那后学发了那个大脾气之后呢，心里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他们会不会觉得不是讲那个假财吗？就是后学自己会觉得像愧对于这个身份，这件事就让后学这个有很大的警惕。所以我们出去到职场当中，如果别人知道我们的定位，不要害怕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定位。那如果别人知道我们的定位，其实有时候别人也可以帮助我们检视我们自己啦。那当然最好是自己检视自己，不要被别人检视。好，就像这个有一个台湾的名主厨叫做江正成，他的工作的价值观就是他宁愿挑剔自己10000次，也不愿被顾客挑剔1次。那我们在日常的修为当中，也可以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宁愿被自己检视10000次，也不要被别人这个挑剔1次。好，这是目标。好，接下来我们说任理实修，希望我们能够有所得。我们希望能够有所得，得到什么呢？得到面对生活的智慧。大学里面提到，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知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规范，我们行为的准则在哪里。当我们很明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欲静而心不乱，我们就能定。因为我知道我不可以因为别人跟我讲一句话，
我就心浮气躁，我就气质败坏，我就口出狂言。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行为的准则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定。当我们能够定的话呢，我们就能够静。我们能静，我们不受干扰，我们的心可以纯粹，没有杂质。我们的眼界也能够纯粹，没有杂质，才能够看见事情的本质，然后才能够安。安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我都安然自在啊，安然自得啊。就好像苏东坡被贬官的时候，他也是很逍遥自在，体悟出了很多人生智慧，写了很多流传千古的文章。好，所以之所以能够被后人传唱，是因为他能够安，因为安才能虑。当他经过了思考之后，所沉淀下来的，被这样子的困境所过滤出来的，就是我们得到的人生智慧。所以任理实修，我们最后想要得到的就是人生的智慧。于是任理实修这件事情，我们的山天主考院长也在圣训当中勉励我们。他说：三宝心法为何物？26时中平心然。福音全全心不乱，戒定慧者功夫全。日日叩首把心静，降伏心中魔念乱。种种微小之事件，为火燎原口不开。故而修行修火后，应对世事打观然。尽了心力求何物？不求回报方超然。三宝心法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因为我们得到了，所以我们知道是什么。得到知道，还要想办法做到。所以山天主保院长提示我们要福音全全，时刻保守我们所得到的宝贵心，让自己在这个混乱的市局当中能够不被扰乱，然后修持自己，戒定慧，日日还要日日叩首。日日叩首，这个透过叩首，其实就是在反省检讨自己。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我们把它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透过叩首的这个动作，或者是我们没有佛堂，家里没有佛堂，也可以透过反省忏悔的这一个内心的修持，来把自己的心静下来，来降服心中的一些杂念。就算是很微小的事情，我们也不要让它来影响我们，因为防微杜渐，微火也会燎原，到最后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就算很细微的事情，我们也要好好的修持。故而修行修火候，所以修行修的是火候。大家同在一个生活道场当中生活，能有多少的体验，就看你有没有心去好好的把这些你学到的东西应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要尽心尽力。我们常常会说我没有时间。有一个师傅，有一天他为了要提示他的小沙弥说，我们凡事要尽心尽力，我们没有时间也要拨出时间，我们尽量让自己多做一些，可以多得一些。好，那小沙弥就说就时间不够啊。好，于是老师傅拿出了一个杯子，然后他就说，来，这个杯子里面，他把杯子装满石头，跟小沙弥说，这个杯子满了吗？小沙弥说满了啊，那石头都已经跑出来了。好，于是他就把杯子拿给小沙弥说，来，去装沙子进去。小沙弥发现，居然还装得进沙子。于是老师傅说，好，那么装了石头又装了沙子，这次真的满了吗？小沙弥说满了啊。
你看，他说沙子都把石头的空隙填满。老师傅说，真的满了吗？来，现在去把它装进一些水，结果水居然还装了进去。这个老师傅想要用这件事情来提示小沙弥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到的表象并不是真的如此，我们往往会画地自限。有时候你觉得啊，我好像已经尽力了，我已经没时间了。其实，如果你给自己多一点机会，或者是再积极一点，也许你会有更多时间跟心力去做你觉得更有意义的事情。相对的，当然你就会获得更多。所以有一句话，最后后学来勉励自己，我们有德有才是上品，有德无才是中品，无德无才是庸品，有才无德是毒品。我们都不希望自己成为那个毒品啊，因为聪明反被聪明误，有很多很聪明的那个顶尖的人才，但是如果他没有透过修为来修养自己的品德，他可能会成为社会当中的负担。相反的，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在道场还是在生活当中，或者在职场，都能够透过很多的管道来学习充实自己，并且透过我们的道场的学习来修养自己的品德。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有德有才的上品。那这一段路呢，其实不容易。修行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容易，修道的生活就好像在调琴弦一样。当我们要演奏一首乐曲之前，都要先把琴弦调到最适当的位置。我们平常要忙工作，要忙家庭，还要忙道场，在这些生活的调配当中，就好像在调动那个琴弦，有时候要松，有时候要紧一点。但不管怎样，都希望我们每一位前贤们，就是我们这道场的兄弟姐妹们，都可以调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好，以上就是后学今天的报告，希望各位前贤能够圣凡如意，法喜充满。那在报告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词不达意，或者是冒犯到各位前贤，还望请仙佛慈悲、点传师以及各位前贤不吝指正。谢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前贤有针对后学今天的课程的部分、报告的部分，有没有什么要指正的，或者是有什么要跟后学提出来交流讨论的？那没有的话，我们把时间交还给领任。感谢领任慈悲，感谢各位前贤慈悲。我们感谢美婷讲师今天给我们讲的这个成就自己勿蹉跎，把握时机任理修这个课程讲的真是不错了。因为呢，大学生就是大学生了，不像我们讲的都是东抄抄西抄，他的理路非常的好，也非常的不错。那就是说他讲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首先就是要摆脱我们的缺点，找出我们的缺点然后呢，
要连根拔起。我们知道我们的缺点以后呢，我们就要把它改正过来。要改正的话，就是要连根拔起啦。要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见贤思齐，见不贤以为子性啦。咱伫求知的当中，知影了，咱就爱去做。因为咱迄个毋捌的时阵，求知了，咱一定爱求行，爱知行合一。你若敢若知无去做，你体悟就无迄个体悟。虽然师尊老大人讲，唯有身历其境才有的印象。你没有身历其境，你要印象困难。所以呢，我们就是讲安尼所以伫修行学道当中，咱就是一定要时时警惕咱自己，就是叫咱爱呢发菩提心，因为呢现此时白羊时期呢，就是修菩萨道，毋是像过去青阳期、安阳期呢，咧修迄个做罗汉道，罗汉道就是独善其身啦，但是咱即摆白羊期就是呢，修菩萨道，咱就爱发菩提心，毋是干咱好尔，咱就爱兄弟姊妹拢好，伫要发菩提心的当中，咱是一定爱迄个研读经典，要立定志向，咱有法度好行菩萨道，因为咱伫研究经典的当中，咱也知影讲圣人留落来这个经典对咱有足重要，因为伊就是行过的路，做起来这个行仪，你就能看，你就能对，一定爱立定这个志向，知影修行学得好，师尊人讲行尽世间千条路万条路，唯有修行不可及。因为咱世界咱的路呢，千千万万条啦，但是呢，拢是咧求福报啦，无咧求智慧啦。所以咱这期咧修就是爱福慧双修，福重要，慧更加重要。福就是在世呢，要人享用啦，慧就是要人超生死脱轮回啦。但是咱世间人拢看到迄个福报尔，这智慧拢看无啦，所以呢，拢敢拢袂当一直呢持续落去，拢敢一直咧趁福报。当然，这福报对咱讲嘛足重要。你无福报，你要来求道嘛有所困难啦，你来福报有累积到某一个程度你较有法度来求道。因求道了后，咱也无去认理实修，伊不然讲就是爱有这个修戒定慧有解这个戒定慧，就是咧成就咱安尼大项呢就简单因为以前咧也拢无开声，无迄个开口啦，毋知迄个以前咧有咧注意啥个无？对你讲就好你著拄咱无讲，我想安尼，若无咱就是你看要讲几句无点的是各位先贤大德，大家晚安哦。今天我们听美纯讲师呢，跟我们说，把握时机嘛，成就自己嘛，在道场当中，我们都是。有的是新刀亲，有的也是在道场中好几十年的嘛我们当然知道，在把握时机，就是要把握当下。那个当下就是最好的时机嘛。因为像我们今天在上这个明德班，你如果没有把握当下的时机来入这个班，那你就是失去了这个班的机会。在人生当中呢，我们当然都会有去回想说，我失去了什么机会，我失去了什么。所以在失去了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没有把握好当下嘛，才会失去嘛。所以过去圣人跟我们说，圣人是先机而发，
贤人是见机而作嘛，那么愚人呢是失机而回。我们当然在修行的道路当中呢，不要当那个愚人嘛，不要在失去了机会以后呢，再来后悔。因为最近我们时常看到这一两年来了，我们的道亲因为种种原因而来往生的，生病的也好，车祸的也好，虽然短短几十年当中，但是当你没有这个肉体存在的时候，你还要怎么去行功立德？所以在把握当下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珍惜那种时机，那个时机过了呢就没有了。所以呢，刚才在讲师的过程当中呢，也都跟我们讲到了嘛，修行的第一条件，修行的第一件要事，就是要还神，摆脱缺点就是你要还神嘛。如果你懂得还神的话，那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不会有很多的遗憾，你就不会错过了很多的时机嘛。因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智慧，有智慧的人他一定会还省自己，不会一直指责别人嘛。懂得还省自己的人呢，是最有智慧的人。如果不懂得还省自己的人呢，那么他只是在知识上有所成就，他不会在智慧上有所增长。所以在美纯讲师跟我们讲的说，在把握时机成就自己的当下，那么就是要发愿，要发心，要立志，要行道，要守戒定慧。在讲道的过程当中呢，他都跟我们讲到着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最重要的重点。因为如果没有戒定慧的，没有办法戒除我们贪嗔痴地狱的3条根啊。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真的戒定慧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在六祖坛经呢，在定慧品里面，那个六祖跟我们说嘛，真如自性有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但心不染万境，真性常自在。我们要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得自由自在，能够活得有智慧，那么就是要在我们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当然是眼耳鼻舌身意的作用，我们不要染着，不要被六根所染着，去蒙蔽了我们的自信，去蒙蔽了我们自信。所以我们修行时常在说了，不怕念起，只怕劫持嘛。念我们一定有的，每一个人都有念，正念、负面的念，恶念、善念都可以。但是你起一个善念当然是好事嘛，但是当你起一个不好的念头的话，你当下就要觉知，就好像美慈讲师跟我们讲的，要保持觉知，保持你那个自信的真如本性。你要真正明白说我一个不好的念头起来了，我要赶快慎独。当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呢，更需要慎独嘛。所以呢，今天美纯讲师跟我们分享的，把握时机成就自己。
当然要成就自己的话呢，你一定要有所作为，有所牺牲，有所付出。你如果没有所付出，没有所牺牲的话呢，可能要成就自己呢，就有一点困难。所以呢，他跟我们勉励了哦。或许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报告到这里。如果有不圆满的地方呢，请诸位前贤大德呢多多包涵，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就来闭班。好，大众请起立，向无极拉摩行三七公里，全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点人师慈悲鞠躬，感谢讲师慈悲鞠躬，坤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点人师慈悲鞠躬，感谢讲师慈悲鞠躬。好，大家待会儿见。